国定古迹台南地方法院与总统府、国立台湾博物馆并列为日据时期台湾3大经典建筑。经过13年的整修，终于在2016年11月对外开放。今天就跟着导览解说员一起来认识这栋美丽的古迹。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台南地方法院，我是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的志工。那台湾现代的司法制度及法院的设立源自于日治时代。1895年，日本总督府公布了台湾总督法院职制，台湾总督法院职制，那采取的就是什么？一审终审制，那主要是以军事法庭为主。那除了在台北设立的总督府法院以外，在台湾宜兰、新竹、苗栗、彰化、埔里社、嘉义、云林、嘉义、台南、恒春，甚至到澎湖各设置了法院的这个分部。1896年废除了军政，改实施了民政。那实施民政之后，这采取的就是我们的三审三级制。那除了在台北总督设立了高等法院以外，在其他设立了地方法院、复审法院及高等法院。台湾台南地方法院，它是在1912年由总督府技师森山中书治所建，到1914年完工之后。那这现在所看的建筑，现在以台湾现在来主，日治时期最经典的3大建筑，第一个就是北部的总统府，第二个就是我们台湾博物馆，第三个就是我们台湾的地方。东入口所呈现出来是以华丽的门廊，那我们的西入口只要呈现出来是比较简单朴实化。那东入口主要就是为我们法院办公人员所进出的入口。西入口就是一般受理。台南地方法院是一栋结构宏伟、庄严典雅的西洋历史式样建筑，具巴洛克式繁复豪华的风格，并采非对称的手法处理，呈现出气象万千。圆顶是西方历史式样建筑创造特殊天际线，以强化历史风格的主要利器。不同造型的圆顶也是西方建筑中很重要的建筑元素。马萨式屋顶只为木造五角横架构成屋顶结构，屋顶分2折，上坡缓而下坡陡，有别于常见之三角横架，马萨式屋顶更为高大。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屋顶来讲，是为马萨式的19世纪的时候作为经典的一个建筑。那目前为止，在台南所呈现出来的，除了我们早期的台南的州厅，也是现在台南文学馆还呈现出来，另外就是我们台南市的社教馆。那其中就是我们台南市我们的台南的地方法院。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马萨式上面所看到的屋顶的窗来讲，它有分为拱形窗及圆顶窗，另外还有一个叫梅窗这3种。前面所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圆窗，那圆窗也俗称我们叫做老虎窗，也俗称叫牛眼窗。你看往上看过去，就好像一个牛眼一样，虎视的瞪着大家那种感觉一样。牛眼窗指的就是开口在斜面屋顶的圆形窗户，有通风之用。这在气候炎热的地区是常见的设计手法。在巨大厚重的马萨式屋顶上安装上成排的牛眼窗，就好像是牛眼般的瞪着路人。台南地方法院有3个门廊，主门廊为位于北面东侧的主入口，次门廊为位于北面西侧的次入口，另在西面还有一个假门廊。所谓的假门廊就是非真实的入口，而是作为西侧墙面的装饰，由4根柱子支撑，开有2扇窗户，山墙推至墙面形成的装饰。精致的主门廊呈现的是尼克式多样建筑，由8根柱子构成，两侧各有3根形成一组，立于基座上，分为角柱跟圆柱，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穿过门廊则为正门，门框亦有西方古典形式，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并且有一个代表日本皇家的勋章式，
正上方则为一平拱拱形石，再下来是围绕整个门框的古典花式，也称为门罩。穿过大门之内，则是最气派豪丽的大厅空间。各位，我们进入到台南地方法院叫做第一个所呈现的，这是非常华丽豪华的一个门廊。那进入到华丽门廊，通常都有一个非常华丽的门，这是我们的门厅。这个门厅呢，主要是连通其他的空间所用的。各位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台南地方最华丽也是最精华的一个地方的门厅。它的日据细节建筑是具有特色的。整个门厅来讲，门厅来所看，第一个我们所看到地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的维多利亚的是呈现为几何图形。第二个来讲，我们所看到的圆顶上面的圆顶的地方，圆顶来讲，这个圆顶的地方，它整体所这个构筑来讲。它连接了我们的拜占庭拜占庭式的建筑，连接起来就俗称天圆地方，俗称一个连接点的地方各位的。那整个大厅呢，是为12根的立柱所形成的，按照每3根为一组。那所以除了我们整个美丽的大厅以外，我们的鲍鱼式勋章式以外，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门廊，还有我们的花式等等为代表，这代表这个非常华丽的门厅。现在各位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台南地方的凤安殿，也就是我们的凤安所，也就是义珍一样。那当时来讲，在整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但是依照以前日据时期的平面图所能呈现出来的，应该这个结构来讲，相对一个是日本时期的一个建筑的地方。那今把它打开之后，就为我们的凤安殿。那凤安殿代表是什么？当时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悬挂我们的日本天皇夫妇的照片。那就好比早期来讲，我们国小时期在念书的时候，前面就是我们的国父遗照，后面就是我们的总统，两侧来讲就是现任及现任的元首这种情形。那目前为止，台湾现在所存的凤安殿，也是我们的凤安殿来讲。在北部来讲，就以3亿的建中国中还有存在。第二个在南部来讲，还有一个新化一个国小里面还有存在包含我们现在台湾地方所存在的。那现在呈现给各位来了解一下。模型区则有一座国定古迹台南地方法院建筑模型，让来访的民众可以一观古迹整体风貌。清朝战败之后，签订了一个马关条约。那日本来接收台湾之后，日本来到台湾之后，第一个他设立的法院的位置就是以安平县的文庙为主。那安平县的文庙就是在府前路的万寿宫这个位置。后来因为幅员腹地不够的时候，在我们的征召的现在所谓的这一块地方，也就是我们的马兵乙的遗址，明正时期马兵乙，也就是我们早期我们的台湾通史的作者连雅堂的故居的地方，作为2代法院的地方。那这个法院的设计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总督府的技师，也就是深山松之助所设计的。整个设计它采取的就是不对称的平衡。不对称的平衡何谓对呢？就是就是我们的东是以圆塔为主，西就是以高塔为主，高塔的。但是现在我们在外面所看到这个高塔，现在已经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民国58年然后上，因为整个的墙壁龟裂之后，所以建地为楼就给它拆除了。那进入各位所看到我们的修复完整之后，这个围楼因为没有完全的史料可以呈现出来，但是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法院的整个模型结构为主来看一下的所呈现出来，可以代表是台湾目前台湾日治时期3大经典的建筑。第一个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以中间来切开，这边所呈现就是我们的台湾博物馆。第二个来讲，这边所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那各位，我们刚才进入到我们的华丽的门厅之后，华丽门厅呢，眼睛所谓这样，这是我们的中央走廊。那中央走廊所呈现出来的是，我们以分为2边来的，南侧为南侧这边是为行政2边都是为办公区，南侧是属于对内的，北侧是属于对外的，跟一般民众的。那中央走廊所呈现出来的，让各位看到，这里有呈现出2种不同的样子。第一个，这是为我们属于最早期的地砖，最早的地砖。后来我们后来在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就用我们的拼花地砖为主拼花地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它遗留下来给，就让大家来找过去跟现在的对比给大家。那各位，我们在中央走廊上所呈现出来的，这是我们的4座的采光井。在早期来讲，原本有天花板的时候是看不到，现在我们修复把它恢复到原貌，让它整个采光井的结构才会这样，就好像吊了我们4具电灯一样在这里。
那这采光井来讲，它的原理来讲，最主要的原理就是说，两侧两边是用镜片的，两边这样，另外两边是要把它烧成白色油漆的，利用这样透光原理，整个照到这了，也是一种很环保的一个设计概念，很环保的设计概念。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采光井哦，当我们的天气如果湿度再温和一点，或是有比较强烈的阳光之后，会呈现这个彩虹的现象哦。那有空的话，不妨各位来寻宝找找看。采光井走廊是室内空间的主要通道之一，两侧的空间则是展示馆区。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南地方法院，除了欣赏我们的地方法院的美丽以外，它的建筑的华丽特色以外，另外我们在里面设有几个馆藏。第一个馆藏呢，我们就有我们的司法的诞生。那这个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展出的就是我们的坚持在台湾司法的第一王玉林检察官生平的做展示，还有我们的司法设备、司法人物这些，当我们来宾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可以一一来参观，那可以了解到我们地方法院所呈现出来的美。那我眼前所看到的最值得介绍的就是我们来到这个馆藏，叫做建筑之美建筑之美。整个建筑之美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各位的马萨式的屋顶架上的，其实马萨度我刚才讲过，第一个就是通风，第二个它可以作为工人修缮之用。也上面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讲的猫道。在建筑之美区，还特地保留了旧有的建筑模样和木结构屋顶。现在我们来到了台南地方法院，我们现在上面所承受的这个我们的屋顶来讲都是以木构架为主。那木构架一般来讲都是以榫接为主，以卡烧结的榫接为主。除了榫接以外，我们会加上我们的要强化会有木钉。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我们会再加上一个铁构架，让整个屋顶更加的牢固更加的稳固。拉开厚重的铁门，看到的只是台南地方法院储放证物的库房。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台南地方法院的库房。那所有的台南地方法院的整个建筑都是以木构架的，唯独这一栋都是为儿西，也就是水泥结构所谓。那整个我们的结构里面所看到的这一面墙，一般家里的墙一般讲25公分，但是这一面墙呈现出来的是75公分，这个是等于是它的3倍大，有如铜墙铁壁般。那如果说所有的证据进到里面之后，另外一个要加入到我们的保险柜我们的保险柜。那各位可以看到保险柜要经过密码再经过我们的锁道，然后才能一一的解开。那有人说来到我们的库房里面要把拿取他的证据等等，是非常不简单的。各位，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3倍大的墙壁以外，另外一个有人说，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通风口进来各位，通风口是往下，但是另外一个是往上的，根本进不来。所以我们这个库房几乎等于是一个铜墙铁壁的地方那当时为了保全证据设立的。那各位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要把它弄成这么慎重的地方，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证据的重要性。库房外头的内部走廊，只是过去从西侧门廊，也就是庶民入口处进来的洽公区。左边一整排的木质座椅，右边下部是大理石，上部是白色墙壁，整体来看整洁又不失隆重。另外还保留着库房对外的小窗口，窗户几乎都是拱形状。接下来来到的是馆内的公共艺术天塔。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早期我们天塔的位置天塔的位置。那我们台南地方法院它的建筑呢，它是采取不对称的平衡我们东边是为我们圆顶，西边是我们的高塔。那高塔我刚才讲过，就是在民国58年，因为整个的墙壁龟裂之后，因为鉴定为危楼，所以拆除了。但是后期我们要修复的时候，因为没有史料，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完整修复。但是经过我们的艺术团队整个来讲，把我们的整个天塔利用原来的空间，整个吊构，再加上我们的反光镜折射原理，让各位进到里面之后，仿佛看到我们已消失的天塔已经不存在了，让我们回想过去当时的天塔的景象。为了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呈现高塔，特别集结了原台南地方法院的碎片，用强化玻璃纤维树脂仿旧复刻出想象中的倒挂高塔，透过作品来诉说着古今交错的氛围。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整个建筑的最精彩的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的马萨式的屋顶。那整个马萨式的屋顶，刚才讲过了，目前在台南还有3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台湾文学馆，第二个是台南市教馆，第3个就是我们的台南地方法院。眼前所见就是整个建筑物中最神秘的地方——猫道。早期宽度仅有20到30公分，是提供工人维修的通道。在这里可以近距离的欣赏牛眼窗、通风木百叶及采光景疏道结构，整体氛围有如歌剧魅影般的充满着迷幻感。建筑物后方则是法庭区，目前馆内共有6间法庭，其中空间最小的第1法庭提供民众拍照使用。第2法庭摆设了日治时期的法袍及现行的法袍，另有法庭席位示意模型。前排的日治时期法袍最值得一看，由左至右为绣紫色花纹的判事法袍，绣红色花纹的检事法袍，绣白色花纹的辩护士法袍及深绿镶边的书记法袍。第3法庭过去主要审理重大瞩目的案件，或是被告众多的案件，像是大家熟悉的1915年发生的交8年事件，就是在这里审判。而第4法庭则是模拟法庭，民众都可以换上馆方提供的道具服装，和朋友来一场法庭大戏哦。除此之外，外部空间的廊道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的平拱和圆拱应用在门窗上，相当的特别。我们台南地方法院是在1912年所建立，到1914年完工的。那所使用的年限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这样。但民国80年，因为我们的腹地的空间有限，那加上修缮多次，原本想予以给它拆建拆掉重建。后来因为我们内政部另为我们的国定古迹，所以给它保留下来。那经过了我们的市政府拨了我们的健康路一块地，给我盖起了我们的第3代的地方法院之后，那整个迁移到那边，那现在并为国定古迹。那以前我们要经过了我们府前立这个地方法院时的所看到整个墙面来讲，都是以呈现的红色跟白色为主，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个红色跟白色。那经过我们应该特殊材料处理之后，恢复到原来的面色，现在呈现出来。那整个面色就有人说这是会不会破坏它的整个的材质？那我们经过特殊的物料这个时候的材料处理之后，整个会保持原来的模样。而在法庭区后方的空地上看到的，则是第1代法庭万寿宫的出土文物，是当时国定古迹台南地方法院在整修时所发现的清代石雕，包含有豹骨、柱础及玉鹿等。最后来到的是神秘的拘留室，早期是让等候法院庭讯时暂时留置犯人或嫌疑犯的地方，男女各2间，墙上还留有当时犯人的心情留言。据说如此狭窄的空间，
最多同时可容纳近100人。神秘的拘留室可以说是整栋建筑中最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方。不用怕，官方特别在这里提供了许多酷手的拍照道具，拍张趣味的照片来为今天的古迹之旅来个完美的 ending 吧。今天在导览员的带领之下，是不是对这座美丽的国定古迹台南地方法院有更多的认识及了解呢？有机会不妨走访一趟，这里还有更多的故事及更美丽的风景等着你来探索哦。